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2月31，哥林多后书5章17節安尼講：所以人若踮佇基督，就是做新創造的，舊的代志已經過去，大攏變成新的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氣宇換新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早時佇咧，現在佇咧，將來也永遠佇咧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是無始無終、無所不能、無所不為、永存永在的主愛天父。主啊，佇一年的落尾，阮回顧甲感謝你的固守甲保護，互阮通安然經過，深深獻上感謝。主啊，過去的一年，無論是順境，也是逆境，成功也是失敗，快樂也是痛苦，喜樂也是憂傷，關山也是峽谷，這一切舊的代志攏已經過去，失落的袂閣轉來。唯獨阮若踮佇你的內面，就一切攏要變成新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感謝主，伊予咱日日攏換新。耶穌聽你，賜你